清水仪式就在这个积水溪的河畔这边，新营济安宫大庙在农历10月15清早5点多呢，5点多就来到这边这是积水溪的河畔积水溪的河畔这边来举行这个清水仪式，可能要到那下面去舀水了。你看到有插3支竹竿上面有贴金纸符咒，然后烧那个金纸，你看就在这个就在桥的西边，就在这一座那个要往柳营的小桥的旁边。中华民国105年，公元2016年11月14号，农历是10月15号，下元节，水官大帝大御，圣诞的日子，新营的大庙济安宫都会举办这个清水活动，也要恭迎流亡公回新营。那个路原来是在这里。你看都有烧金纸或烧银纸的痕迹耶，水边呢有烧你看这个也是吗？有关的确定就是在水边河床旁边的。刚刚有拍到那个神教阵头。你看一大早天还没有亮，就来办清水活动了。这条路和堤防的道路可以到达太子宫那边。太子宫今年有办那个建教活动，进入罗天大教。中华民国105年丙申年。